大陆女星吴谨言因为拍《延禧攻略》爆红，最近又拍《皓鸾传》，其中一幕被真蝎子爬满身，她说事前不知道是真的，导演喊卡才知道来真的，也让吴谨言直呼吓死了。大陆剧《皓鸾传》，谁若是违反了公规，我倒不介意送去陪他。吴谨言拍《皓鸾传》，其中一幕被蝎子爬满身，她不但拒绝用替身，亲自上阵演出，连蝎子都是来真的。演员吴谨言，导演没跟我说他是用真蝎子，我拍的过程中角色是闭着眼睛的，然后快喊停机之前，我一看满地蝎子在爬，那一刻知道是真的了。密密麻麻的活蝎子爬满背上，超惊悚的画面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就连导演喊卡的时候都忍不住惊声尖叫。幕后花絮，快！演员吴谨言，导演说一定要这样呈现，不管是用假的或者是用特效，都达不到这个效果。我就说那好吧。吴谨言超敬业表现，让网友相当佩服。同样是牺牲演出的，还有林依晨，最近拍《小女花不弃》，要赤手空拳抓老鼠。大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，对不起啦，小老鼠，我要是不吃你就没东西吃了。徒手抓起小老鼠的尾巴对戏，林依晨坦言很害怕，就怕小老鼠活不久，希望能快收工，少受点伤，相当有爱心。女明星拍戏总有机会跟动物对戏，遇到不讨喜的动物，还得考验胆量才能卖演技。